伫个屏东的中地这带呢，是有一个税厝的所在，遮的厝头家是互人真娱乐。毋但厝税无贵，而且拜一到拜五这早起呢，厝头家还阁会传免费的早顿互人食。俗芳烘好，甲巧克力豆抹起哩，边仔阁有现煮的咖啡，要啉家己倒。若要到遮，嘛有准备饭圆。遮毋是外口的早顿档，是租厝一楼的通道。甲一般税厝的所在无同，遮的厝头家拜一到拜五拢会传澎湃的早起，互税厝的上班族也是学生，拢有小免费的早顿通好食。因为他的早餐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会有变化，然后他都是由就是专人每天早上7点，他们7点多来上班，直接现做，每天都不一样。然后他的菜单都会公布在那边。之前有在其他地方租过房子，这样，从来都没有遇过这么好的地方。就是可以省一顿啊，对啊，真的可以省一些钱这样。怎么说？我原本都不吃早餐，我来这里就每天，而且它可以让我就每天都变得很早起。这栋出租的学院伫屏东中地大仁科技大学附近，有5层楼，大约100间套房，逐个月租金按照房型对4700到12000块拢有。原本厝头家是逐年会办每个请食饭，但是因为厝骹的时间未拄好，所以即马改做提供早顿。厝头家张小姐讲，希望甲厝骹会当做朋友，会当互因感觉像住咧厝同款温暖。我想说，大家能够在一起都是一种缘分嘛。每一年都要花费很多钱嘛。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，那就不要做就好了啦。是，但是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吧。厝头家表示，因已经做满几多年啊，毋望厝骹对因拢有介意。虽然伊一个月爱开2-3万买材料，搁请人煮，毋过提供早顿，互厝骹食了欢喜，一个月搁会当省几6000块，厝骹欢喜，伊嘛欢喜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